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共读，要请嘉生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也是会说话的神。感谢你赐下圣经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救赎世人的伟大计划。感谢你聚集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盼望能够来遇见你。如同圣经以赛亚书说的，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感谢主透过柏治牧师的教导，让我们更明白神你的心意，也更明白神你为我们立的这永约，就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除去我们奴仆的心，恢复我们儿女的身份，成为祝福的管道，福音的出口，来见证神你的大能。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在前天我们看到大卫他如何当上全以色列的国王，还有约押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的元帅。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大卫如何有这么多的人来跟随他，并且来帮助大卫成为他身边很重要的勇士，不论是对国家的建设或是对国际跟国外的战争，大卫有这些人能够在他的身边。那昨天12章我们读到的就是大卫在他更早时期，在这个被放逐到非利士，投靠非利士人的当中，也有跟随他的人，或是他在旷野的山寨当中，或是有这一些来投诚于大卫的人，大卫他都要和他们同感一灵所以有这一些的人，让大卫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而这个强大的军队呢，是在信仰上面对上帝有坚定的信心那时候，而且我们也看到昨天的经文，就是有34万的人加起来支持，这些都是能够打仗，而且是有经验、熟练战争的这些军人来辅佐大卫，所以让大卫的国力还有他的王位非常的坚定。而今天13章开始呢，他要再往下走，大卫在国家安定之后，但是政治的部分，接下来是看到信仰的部分，大卫如何在政治上面安定，如何在信仰宗教上面也能够安定。那首先讲的就是关于约柜的事件所以今天的经文不长，只有14节，讲到大卫他如何期待能够运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同样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2次，第一次是失败的，今天会看到是他失败的部分，而历代这次把它介绍的比撒母耳记下第6章更加的详尽那撒母耳记下第6章呢是2次的失败，很短的时间他都把它介绍在同一段经文当中。然后所以今天的13章1到4节会看到大卫跟这些首领他们想要让约柜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第二个呢是5到8节，看到大卫他如何来将约柜运送的行动过程，还有当中出了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第9节到14节呢，就是它变成一个悲剧有一个乌撒被杀被上帝击杀，所以让这个约柜的运送的计划呢就中断3个月那我们首先要读经文之前先做一个背景的交代。约柜是上帝在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到达西乃山下，上帝就是对摩西说话，并且颁布了这个做约柜的所有这个出埃及记25章之后所有的这些会幕的条例。而这个会幕呢在旷野当中一段时期，后来跟着进入迦南地，而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约柜就跟着这个士师，后来撒母耳的老师撒母耳的这个老师就是以利以利做士师的期间那这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地方。那在这段期间呢，约柜大部分都是停留在迦南地的示罗，
示罗。后来约柜跟会幕两个就分开，会幕呢继续在示罗，好，这边看右手边，会幕在示罗，然后呢有这个到扫罗当王的时候呢，扫罗他杀了，因为这个挪伯祭司来帮助大卫逃跑，这个藏匿大卫，所以扫罗就杀了挪伯和祭司啊，而这个会幕呢又从示罗来到了基遍。基遍呢，就是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来献祭。而约柜去哪里呢？约柜从那个以利期间被掳之后呢，有可能长达将近70年的时间，约柜都在外面。他去了非利士的5个城绕了一圈之后，然后呢被送回来，自己回来到基列耶琳。那大卫本来有采取行动，要把基列耶琳的约柜运送进到耶路撒冷，可是因为乌撒被击杀的事件，所以就跑去了俄别以东的家停留3个月。那上帝祝福俄别以东，所以大卫知道他又再一次采取行动，而且用正确的方式，就把约柜带进耶路撒冷。但是呢，现在就是又被耶路撒冷有约柜，可是没有会幕。那一直到所罗门他的当王的第11年完成圣殿的建造之后，这个会幕就结束，而约柜就进入到新的圣殿。所以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从以利在示罗当士师到所罗门完成献殿，这个会幕跟约柜又再次结合。不过这已经也是过去式。那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个阶段是约柜在帐幕里面，出埃及记40章的部分。那这是在主前1400年，到主前1000年左右呢，就是在大卫当王之前，撒母耳那个年代，约柜被掳去，约柜跟帐幕就分开。然后呢，在这分开之后呢，约柜呢，跟在基列耶琳，然后在俄别以东家，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呢，约柜在不合适的帐幕里面，就是不是在会幕，而是在大卫为约柜所搭的帐篷当中。这是大卫当王的时期。然后到主前的960年，就是所罗门盖完圣殿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耶和华的殿因为这些祭司把约柜抬到圣殿当中，所以就完成了这个整合。但这刚才讲到，这是过去式，在所罗门建圣殿，这我们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会看到更清楚。好，那这是整个圣经的过程来看，从出埃及记帐幕建立，然后到摩西离世，然后到约书亚带领过约旦河，然后进入得地分地，然后得地为业。那后来呢，在这个4世纪当中，上帝的殿会幕都一直在示罗。约书亚离开之后，撒母耳出生，然后到这个先知以利的时候，约柜被掳，然后去到了非利士人当中流浪一段时间，又回来到了基列耶琳，大概有70年的时间。然后到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13章的经文好，那么就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这个历代志上的第13章，我们首先要从第1节来读到第4节。好，第1节，大卫王跟所有率领1000人队伍和100人队伍的军官们商量，然后向全体以色列人民宣告说，要是你们同意，而这是出自上主我们上帝的旨意，就让我们派人去告诉其余同胞和住在各城的祭司和利未人，请他们都来这里跟我们相聚。然后我们把上帝的约柜请来，因为扫罗作王的时候，我们没有重视他的建议，很好，都同意了。好，谢谢。那这里讲到扫罗作王的时间所以这一段经我们可以对照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的地方这里有提到，就是当扫罗做王的期间，那他们没有寻求约柜后来因为扫罗要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他就想要请约柜来这边助阵。那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14章，但是呢，这个翻译它在现代中译本它不是翻成约柜，是翻成以弗得
啊，因为在和本它有小字的说明，好，所以扫罗王是不是真的有去请约柜，还只是说他是请了一件以弗得来，以弗得就是祭司身上穿的那个袍，然后前面有胸牌，所以现代中文译本是把它直接定位，它不是约柜，它是一件以弗得。好，那刚才13章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对照的呢，是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所以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呢，也是以同样的情形，就是大卫他的国度稳固之后，他就要透过约柜，让民心对上帝能够建立更坚固的信心哦。所以他也是同样的地方提到，但是这里有提到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送这个约柜呢，是从在以大卫对所有的以色列当中，所有的领袖所说的，所以这里有千夫长、百夫长，然后军官，然后甚至是全体的以色列人民宣告，所以就是大卫他要跟所有百姓宣告，要把约柜运来到耶路撒冷当中，这个刚刚新成立的国家的中心的城镇啊。好，那接着呢，再请家生长带我们来读第5节到第8节。家生长老的麦克风有开吗？5到8节。好，第5节。于是大卫召集全国的以色列人，从南边的埃及边界，一直到北边的哈马隘口，各地区的人都来，为要从基列耶琳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大卫和人民到犹大境内的巴拉城，就是基列耶琳，请上帝的约柜。这约柜以坐在基路伯上面的上主的名命名。他们把约柜放在一辆新车上，从亚比拿达的家运出来，由乌撒和亚希约在前面领路。大卫和所有的人民都尽情跳舞，称颂上帝。他们跳着，并弹奏各种乐器，有竖琴、七弦琴、铃鼓、铙钹和号筒等。好，谢谢。好，那在这里当中呢，我们看到有提到几个地方哦。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个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约柜呢，他们全以色列的人民，他们要从北边的以色列到南边的犹大，这是整个大卫所统治的地区。好，然后他要把约柜在基列耶琳要运送到耶路撒冷来，好，那这一段要经过一个山，然后再到耶路撒冷这个山哦。那在这当中，他们都召集了人，就是大家很慎重的要把约柜从基列耶琳来送到耶路撒冷的地区来。好，但是在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字哦，好，就是他们是用一辆新车，用一辆新车。那在旧约当中，约柜不是坐车的，约柜是用抬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想到用车呢？好，这个就要去看士师记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的第6章的地方的记载。好，那在撒母耳记，这我们看到是好，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约柜被掳走的时候，去掳到非利士人的境内呢。这些非利士人呢，他们最后这个约柜到哪个地方，大滚神的神庙，那个大滚神就倒下。第2天大滚神把他扶起来，第3天看到大鬼神就倒下，而且头就断在那个门槛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然后就把这约柜到处的送到不同的地方，送到那个地方去呢，就带来了这个和本翻成痔疮哦。好，那它是一个皮肤的溃烂，所以最后他们是让约柜自己用牛车，好，用两只牛拉的车把约柜送回去。好，所以他们并不晓得说，约柜好其实是要由利未人当中的祭司来扛约柜，好，所以让约柜坐在一辆新车上面，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好，那但是呢，在这个扛约柜的当中呢，是用坐车，而且这约柜呢，大卫他也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尽情唱歌称颂
上主，好，跟历代志写的是一样，要各样的乐器，竖琴、七弦琴、铃鼓、响板、饶拔，而且呢，甚至大卫还跳舞啊。在这边历代志下第6章没有看到大卫跳舞，可是在刚才讲说撒母耳记下没有看到大卫跳舞，在历代志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写大卫和所有人民都尽情跳舞哦，所以大卫呢是非常开心喜悦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呢，问题在历代志把这个问题有把它放大，所以这是我们来读这个问题出现的地方，从第9节读到最后14节哦。好，第9节，他们来到基顿的打麦场，拉车的牛差点绊倒了，乌撒伸手扶住约柜，上主因乌撒的手碰到约柜而发怒，击杀他，他就当场死在上帝面前，因此那地方叫比斯列乌撒。大卫因上主发怒惩罚乌撒，心里很不高兴。那天大卫惧怕上帝，就说：我现在怎敢把上帝的约柜运来呢？因此大卫没有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而从别条路把它运到加特城人俄别以东家里。约柜在那里停留3个月，上主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以及属他的一切。以上。好，谢谢。那这里有要介绍这个乌撒，然后还要介绍俄别以东哦。那前面有讲到这个乌撒和亚西约，就是大卫准备了新的牛车，然后呢，就是一台新车，不是一个二手的车，也没有任何的人搭过，就由牛来运。但是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呢，就是这个乌撒亚西约是谁呢？乌撒亚西约，如果我们从历代志我们读到现在，会看见前面有2次出现乌撒，一次是在历代志上的6章29节啊，6章29，历代志上6章29节，这里有讲到乌撒的名字。那这个乌撒是谁呢？这是利未的后代，只是呢，他的爸爸叫做示每，不是这个亚比拿达。我们刚才读的第13章，他的父亲是亚比拿达。然后另外一个乌撒是在历代志上的第8章，历代志上的第8章，乌撒和亚西呼的父亲叫基拉，领他们迁移过去哦。那这是谁呢？这是便雅悯的后代。那所以这个历代志，这个乌撒到底是哪个乌撒呢？我们从历代志当中就会看到有两个乌撒，一个是利未人，一个是便雅悯人。如果这个服这个约柜的乌撒是便雅悯人，那当然这就是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因为约柜本来就是要有利未人当中，而且利未人当中也不是所有利未人能扛，只有这个哥辖还有哥辖的后代才能够扛这个约柜所以这是不合法。但是如果呢他是利未人，是这个利未的后代，因为利未他有3个儿子，革顺、哥辖、米拉利。这3个儿子呢，哥辖的后代然后成为大祭司，革顺他有负责的工作，米拉利有负责的工作，他们都已经上帝帮他们分好了。那这分好之外，他们也没有按照规矩。这是第一个乌撒，他为什么不合法？大卫这整个运送约柜的过程不合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第9节，他们来到基顿的打麦场。前面的路上呢都好好的，为什么来到这个基顿？我们看一下地图，他们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呢，但是呢来到这个基顿，从基列耶琳到这个基顿的打麦场当中呢，却牛前失蹄牛前失蹄。那在现代中译本就说拉车的牛差点绊倒了。那这个圣经在这边记载都有它特别的线索，我们可以去找。那基顿我们就可以去查，基顿是什么地方呢？基顿呢在小字上面有写，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
第6节，好，叫做拿康，好，拿康，和合本翻成拿更，更就是那个良，优良的良，没有上面那一点，拿更的禾场。那么从这个不论是基顿或是拿更，好，再去搜寻，好，可以看到的经文是在士师记，好，第20章。士师记第20章呢，这是士师记快要结束的时候，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以色列当中，他们进了迦南地当中，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内战，11个支派要来打便雅悯支派，好，因为便雅悯支派当中有一个人，有一群人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所以11个支派都很气愤，就要来打便雅悯支派。而这个便雅悯被打败的那一天，他们一路的追杀到哪里呢？就是到45节，这一段很长，所以我们直接看到后面45节，他们一路逃，便雅悯人本来有18000个精兵被杀，剩下的人逃到临门岩的旷野，5000个被杀。以色列人继续追赶到剩下的人，到基顿又杀了2000人。所以那一天，便雅悯人有25000的勇士被杀，最后剩下600个人逃脱，就躲了4个月啊。所以基顿呢，就是所有他们自己的弟兄被杀害，好，这个非常残忍的地方，就是杀红了眼啊，真的是要赶尽杀绝。好，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也可以想象，当约柜被牛车运送来到了这个基顿，死了这么多人，流了这么多人血的地方，就是我们看这个地图基顿。好，所以牛前尸体，好，这个牛前尸体呢，好，也可以说这个牛呢受到惊吓，好，或是被绊倒。那可能是不是跟这个地方好发生的这个历史事件有关系，或是约柜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因为我们之前读到亚伯的血，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亚伯的血在地里面都可以向上帝申冤说话，所以在那个地方地里面有很多流人血的血，在那边约柜来的，他们也要向约柜来说话，所以造成是不是这样造成牛前尸体，我们可以考虑进去。总之呢，但是乌撒他就在这个时候，拉车的牛就这个绊倒，约柜呢就从牛车上面滑了下来，而乌撒呢，不管他是利未人或是便雅悯支派，他就用他的手去扶了约柜。好，那通常我们都觉得约柜不是约柜，乌撒很无辜，因为呢他只是为上帝好，不然约柜你要让他摔下去吗？约柜你要让他掉在地上吗？当然是想办法扶他。可是呢，后面的经文写得很仔细，上主因乌撒的手碰到约柜而发怒击杀他，而他就当场死在上帝面前哦。那这只是前面的说法。好，那因为他的手去扶，然后就碰到约柜，约柜可不可以碰呢？是不能。因为当初这个比撒列在做约柜的时候，约柜上是有4个环，4个环就是有那个杠，要包金的杠，然后穿过去，然后祭司只能够抬那个杠，连碰都不能碰。大祭司每年进去的时候也不能去碰约柜，他只能够洒血，在这个约柜的上面的基路伯，还有这个约柜上面的脚上面，所以是不能够去碰那个约柜。所以乌撒呢，他就是因为可能没有人告诉他，他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即便他是出于好意，想要去扶上帝的约柜一把，但是呢，他就是被击杀，当场就死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死的？11节讲得更清楚。因此那个地方叫做比列斯乌撒。那大卫呢，也因为这个事情呢，心里很不高兴。不高兴的意思就是前面他是极力跳舞，非常开心，要迎接约柜，还有请各样的乐手乐器，然后来唱诗迎接。可是呢，现在这个事情发生，大卫前面那个开心高兴全部都没有了，变成不开心不高兴。但他不是生上帝的气这个不高兴我们会读起来好像大卫在跟上帝生气，不是，而是大卫那个开心全部都没有。在和合本里面呢，他有翻出这个字就是大卫因为耶和华突然冲出撞死乌撒。那在现代中译本没有这个字了，
突然冲出来，那就是这个比列斯乌撒。比列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冲破，或是闯入。所以乌撒呢是被击杀，甚至我们可以用这个字来想象，乌撒当他去手扶约柜的时候，上帝就突然冲出来，然后冲破乌撒的身体，所以乌撒可能是一种惨死。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从这个字的当中，我们可以去想象那个情境，乌撒那个死的样子是非常的惨烈。那所以因为大卫可能知道乌撒他死的惨烈，就说他不是生气，他是害怕。我现在怎么敢把上帝的约柜运来耶路撒冷呢？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碰这个东西啊。我们到时候谁跟乌撒一样，当初他们怎么运上牛车的，他们也不晓得。怎么放上非利士人怎么样把他偷走的、抢走的，居然没有像乌撒这样被击杀。但是乌撒大家唱诗歌敬拜赞美的当中，乌撒居然去扶一下就死了。所以最后呢，大卫就不敢把他送进耶路撒冷，这个刚刚建立好的城镇，而且是一个新的城镇，就是锡安，而从别条路把他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我们再回来看地图，加特在哪里呢？本来从基列耶琳要去到耶路撒冷，到了基顿的时候呢，牛前失己。现在呢，这个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比列斯乌撒，就这地方乌撒被击杀，所以又把他退回去，而且退得更远，送到加特人俄别以东。那这个经文呢，这里又会让我们开始对俄别以东这个名字又要开始去了解。圣经当中出现俄别以东，除了这个撒母耳记下的记载之外，最多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上。历代志上呢，介绍俄别以东，有不同的俄别以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俄别以东，他是加特城的人。加特在哪里？加特是在非利士人的城内，所以会让我们第一个印象，这个俄别以东他是不是一个非利士人？那为什么要把约柜从这边送到这边，送到俄别以东的家中？那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看几个部分，在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所以约柜呢就在俄别以东的家里面停留3个月，上主就赐福给他。那这个撒母耳记下第6章是把第2次送约柜都一起写进去，所以是在同一段当中。所以大卫听说上帝赐福俄别以东，所以又重新再一次用隆重的典礼就把它运送。可是我们读历代志上就不是这样，历代志要到第15章跨了一章，大卫才再去迎接约柜。所以历代志是写得更仔细。那这个俄别以东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在后面介绍更仔细。不过呢，俄别以东他应该仍然是以色列人，他并不是外邦人。好，那这个俄别以东，我们可以先认识这个名字。这个俄别以东的意思呢，他就是以东的仆人。以东的仆人。那以东是谁？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好，那这个名字怎么会取成一个以扫的仆人？以东的仆人。所以他这个当初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外邦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身份。可是呢，从这段经文当中呢，上帝特别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还有俄别以东所属的一切。我们会读到后面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俄别以东不断的出现，包括15章之后会看到很多的俄别以东，16章看到俄别以东，然后历代志上的26章，这个时候已经过了几百年之后，俄别以东的名字还出现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继续介绍这个俄别以东到底是谁。好，那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大卫在他的王国稳定之后，他也要让民心借着上帝的信仰能够稳定，所以他要邀请最重要的约柜能够进入这个城，锡安城。昨天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呢，
又叫做锡安，就是一个这个碉堡，防御工事，然后呢又叫做耶布斯，又叫做大卫城，最后呢要叫做耶路撒冷，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到大卫的时代。那这个城呢被建立起来，那需要为它来为这个城来带来祝福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不是大卫在这边做王，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邀请约柜能够跟这个城一起在一起。所以大卫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他不是把会幕带来，而是他把约柜带来。所以大卫知道约柜比那个会幕当中的所有的器具更加的重要。只是在这次邀请约柜过程当中，因为乌撒的事件，还有他们并不懂得这个利未人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扛抬约柜的这个规矩，以至于呢他们到了基顿的禾场，就是当初便雅悯人差一点被杀光光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约柜就震动，或是约柜就牛前尸体，所以乌撒也在那个地方无故的击杀。好，那他伸手去扶约柜这个字呢，伸手去扶，好，那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代表不敬，就是没有敬畏，没有敬畏。我们譬如说有一团火，这个火锅好了，火锅从桌子上面要掉下来，我们会不会伸手去扶那个火锅？大家知道说这个火锅掉下去呢，可能就会洒了一地。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火锅很烫，我们也不可能用手去扶。但乌撒呢，他可能去扶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个约柜好像是比那个火锅还要烫，以至于上帝就冲出来而击杀他，撞死乌撒，以至于大卫他就不敢再贸然行动，等了3个月。这3个月呢，透过俄别以东的见证呢，让大卫放心，原来跟他原来想的还是一样，只要有约柜的同在，就会带来上帝的同在，就会带来上帝的祝福，所以才会有后面的第15章，约柜继续往这个耶路撒冷的方向来前进。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多看到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看见大卫的智慧，大卫一个爱神的心，他不仅仅被上帝指派管理国家，甚至他也邀请上帝的同在，能够与他一起来管理上帝为他所指派他管理的国家和人民。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天天邀请约柜，就是邀请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邀请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能够领受像是俄别以东的祝福，也让我们对着耶稣基督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轻看或是藐视这个极大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对神的儿子能够有正确的心，也能够存有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